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许丽玲。今日我嘅柳江团队来到苗栗头屋亚达贝。年初嘅下呢，上山天气亚达贝，有业者讲我哋亚达贝来起并自抛嘅，也就系并包作烟火嘅仓库。不过附近嘅居民就受骗呢，大家讲讲，喺度也仓库，附近嘅喺度按当年，惊怕仓库发生乜嘅，大家都唔想看到嘅事情，嘅安用嘅神咯。就讲佢度嘅生命安全會受到威脅，冇保障。故所大家也下出嚟拍布條，政策嘅會大家向下嚟抗議。唔過係咩實際新聞嚟業者講完全都係照常識合法申請。故所也見安呢，南北安用嘅技術發展，安用嘅技術溝通咯，今比未朝鄉親朋友向下來關心。今日呢，向下市總圖苗栗頭屋上山嘅蕎麥麵頭前，向下來關心嘅環境、嘅土地。今日為小嘅今日嘅特別來賓，佢哋係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監管科嘅嚴澤強嚴科長。大家好。消防署危險物品管理組總務組總組長。大家好。還有係台灣企煙火工業同業公會嘅廖淑敏廖總幹事。大家好。台灣警察專科學校消防安全科嘅潘英南潘副教授。大家好。還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下一步呢，地方向大家見討論嘅事情，就係用業者我哋亞達嘅喺城發嘅附近呢，來起建並自拋嘅，也就係並拋做煙火嘅倉庫。地方向嘅居民講下下嘅。涉水抗議，電風煙火，共同投降。居民肯定口號，反對木卡附近呢，因為按呢個連鎖。價嘅鐵人家按到。冇班上人同意，據說呢佢可能係跌到3,000人同意，其他全面反對佢啦。一封路喺嗌到鐵柱啊，就一條路唔俾行嘅，鐵柱啊就唔可以避過，因為一過啊，肯定哦，一爆炸，幾條路響啊就包括死氣班啊，一按呢同時用做嚟變咯。用業者同苗栗縣頭屋鄉申請愛起自拋嘅倉庫，5年前本人勒令停工，下一步咧就開始申請愛起。幾年前就控制100嘅，自己用所做100噸啊，而家佢講馬改35噸啊，佢講咩啊？我加得變到向下口幹你啊！業者按算愛變嘅素材處理亞達嘅，現時做啲講都喜好嘅。而安全啊，也天風煙火做下去啊，唔驚熱萬驚萬熱，假使係爆炸，我呀全鄉人、全村人對安全都冇保障嘅。在我消防安全一方面，佢同鄰村的建築物一定要有10公尺嘅距離。目前有一間項目係12.97公尺，目前冇人帶地盤。一間安裝要標5公噸，7間總共35公噸。倉庫之間各獨立，東昂右邊分開來。因為調火藥的時候，它是把大量的火藥在一個容器裏頭，它去調出來，然後裝在個別的這個爆竹裏頭。調這個火藥的最中間是最危險的時候。如果它爆炸，因為含氧量大，所以它的威力大。也不用佢係存放就冇問題，存放佢係成品，佢成品佢用外面有個呢包裝紙，可能是紙緩衝。爆炸通常有2次，後籠有1次，3次佢就係自拋嘅自抽嘅工廠，唔係存放嘅倉庫。存放倉庫苗栗還唔是有爆炸嘅情形。記者打電話俾業者回應也見申請案內，就消防法規修訂，同合法範圍就法申請，還個持續同地方溝通。今日新聞影片當中，咩談到嘅消防局長呢？佢講其實一個工廠有分做2種，一個係自抽工廠，不過另外一個就係單純啲用自拋嘅工廠。而你看到廿八業者佢申請係愛起碼嘅。佢廿八係拖上山天氣嘅南行附近嘅呢，申請愛嚟標拋作嘅倉儲，也就係標自拋嘅倉庫，唔係自抽嘅哦。還有呢，規日來講，佢有7間，特間呢1間係標5公噸嘅自拋嘅，故所有7間，總共就有35公噸。另外你會看到啊，一間呢就係倉庫，佢東昂又有做一個防火裝置，也就係別撈佢搬開來。唔過家下呢，咪聽到哦，地方空嘅居民就講。
其實佢啱早先前有來同大家溝通冇，有同大家向下來打合咯，日下大家小片呢，還有更反對更抗議，真係刺激飛。今日現場咪來按到鄉親向下來關心冇，先來談困啊，希望向居民大家心關頭度請關心嘅事情，歡迎鄉親來發表人嘅看法。好，村長。新社會情況，萬一呢吼，一香山村呢吼有2500人殺。一貴村2500人殺。對，面積有吼4.235公里。等於人家就講嘅400人家，每一隻吼也就村民啊，贊成呀，天風煙火廠喺那邊做。萬一呢個情況嘅話呢吼，嗰啲麻煩太。嗰作為係2000人嘅居民呢，喺啲附近呢，清泉係啲哪片哦？清泉嘅個自泡工廠廠戶嘅後背10公尺。後背。對，後背，佢就喺廠屋嘅，要幾下間嘢，佢唔敢起啦，佢就全部曬出去嘅，辦到譬如一財神就係啲啊。像針對嘅業者要來同大家村度嘅鄉親，向下來協調，是安尼冇？嗌佢唔是潛嗌啦，ทั้ง家就係附近嘅人講啊，聽佢就講，呀廠戶唔係做乜嘅，要變到因為嘅佢要開雜貨店咪，特別加把村下來啊苗栗啦，非常睇見雜貨店，我變乜嘅香菇啦、糯米啦、其他等等嘅呀，佢都完全冇講過乜嘅係煙火，哦係標誌頭嘅。地冇嘅冇同大家先來說明。冇。啊，過後乜嘅時間大家爭啲呢？我過去我就見做見態啊，嗬，人家要居民咧，嗬，同議會嗬要議員申請，聽佢講，我簽名嘅就嗬去申訴啊咧，嗬，結果100控議員咧，佢家下留言咗，佢談到呢個議會啊，全部政府官員個議員就全部歸身嚟來看到佢講也就不定時嘅炸彈啊，一堆嚟我做的，天天就落令停工，我一直多一下。也快咧，規則問題啊，暗度陳倉嘅啊，也問我這旁嘅現狀啊，對不對？我也都政府官員又開始抨擊那邊，一步一步嘅要把它合法俾吧。共用嘅素材繼續來起來嘅。對，起個合法啦。好，感謝村長哦。還有其他嘅鄉親冇，針對業者愛來標做嘅標自拋嘅倉庫、爆竹的倉儲，地方上的鄉親還有其他的看法？想請問建管科的科長嘛，那他核准的話是用哪一條條例？然後呢，那我覺得說，為什麼縣府核准這件事情都沒有說去詢問當地的居民，也沒有關心說他們到底願不願意？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知道講地方上嘅溝通，愛做安太旁嘅事情，冇來老大家講清楚。對。好，安之說，還有其他嘅鄉親冇，像亞附近嘅南行地區呢，喺度青島相旁嘅澎湖人，故所大家咪喺下一步嘅鏡頭裏係冇，像亞喺澎先生。那我想請問科長哈，那我們村民自救會的訴題有好幾個很重要的違法失職，定風煙火違法失職，你們縣府的緋聞完全置之不理，都是緋聞，都是那個。官方嘅刑事條文哈。先生針對佢失職，你知道講佢唔識猜嘅係哪一邊？針對亞來講。也這麼講，有以定風煙火與老村民溝通協議啊，哈，也不是事實咩，完全沒有。我們也有用村民反對的那個陳情書本嘅，也做一個佐證咩，哈。聽伊也發建造，一聽哎經過林地的道路通行前都同意咩，哈。也來講現場佢講有路。結果他的這樣呢，那個地籍圖上面，他就是要經過林地嘛。讓我某林地也使用同意書，你就聽定風煙火的片面支持。而且唐先生，你嘅針對長期，先來講到大家少嘅係乜嘅？也都少，也都講，也人他個自救會主要小組講，一個炸彈在那邊嘛，人家世紀世代全部喺度呀，喺度呀，每天惶惶不安的生活。那你政府是要保障人民的生存財產的安全。像你喺啲那片哦，喺啲清泉。我都喺度對面三次郎公廁嘅天天啊。一片係你喺啲素材。係啊，就夾炮竹廠喺對面三次郎公廁嘅呀。我哋世代同堂度嘅呀。係啊，跟安居樂業生活也變到日夜惶惶不安啊。當時101年。劉縣長來勒令停工，你們跟我講的不是劉縣長行政裁量權，是因為他給申請呢建造是擴建，
他把旧建筑打掉变成新建，是违反你核发建造为那个法规，所以是因为这样停工撤建嘛，是不是？好，那我有请教你们，你们现在也是他申请的是新建哦，是不是新建？好，那新建就刚好跟101年那种是度都变吗？他用5年前还是6年前的旧结构直接增建加高嘛？好，等下针对亚点呢，我请县政府嘅科长继续来回应好诶。还有其他嘅乡亲无？针对亚下呢，业者爱用嘅係来起嘅係用自抛嘅仓库，有人要讲哦，也唔係做自抛嘅仓库啊，你嘅手里係伫哪一片？既然人才係用5吨，仓储係5吨，做嘛也摆为5吨变3.5吨。相信人家就猜错，不管有特殊冇特殊，唔假使人家有卡，用到炸弹，迄细粒嘅，唔可能唔会行。假使用塑料落去，唔会行冇？会行冇？一定会行嘛。要问题就数量的问题咩？但是呢，也还人的政府机关还能解释，按用这5吨的标准做公安，就讲做得嘞。嘿，也个感觉当奇怪。不过你知道讲其用数量的问题，数量问题啊，5吨变3.5吨，有本用5吨的标准，也点真正，我都唔了解。因当小朋友都知啊，也当迄算米线咩啊？假皮的米线，唔系讲小可的米线吗？好，感谢大家。好，家下乡亲呢又提出来有关常识，还有迄讲一个意外万一发生，我用解释还有数量，等下一再个请现场的来宾来做解释，来做说明哦。家下讲到哦，乡亲讲一件本迄边5吨，过后用来变做35吨哦。因为呢，先来解释咯，因为业者佢係申请7件，故说呢一间放5公吨，7间当然就是35公吨。韩国呢家下针对乡亲有啲亲小讲，离安全距离还有讲佢嘅安全措施係乜嘅呢？还有讲一下嘅常识，人来看到，也拜嘅业者申请爱来做爆竹的仓储，佢先前其实就已经申请过诶，96年家下要申请诶7栋的合法使用执照，当时已经核发了。过后18年家下申请其中嘅5栋5件，爱个再个去较高的位。不过过后苗栗县政府去发现，去飞勘过后就发现，其中业者竟然同样5件拆摕起咧，故所也就唔合乎本单嘅图，故所呢就勒令停工。家下乡亲就讲到啊，佢还记得先前嘅刘振峰、刘延忠家下是来到乡亲鸦片来讲勒令停工。不过家下呢，经过按当年呢，业者无继续来做申请，也系其他嘅尝试。故所佢规个建造系过期失效嘅，一直到去年业者又重新再过来申请去5栋。故所家下呢，工商发展处监管科技嘅合法一个建造嘅。不过乡亲还系多所质疑哦，先请一个科长。针对现在这个案件呢，它现在进行到哪里？它可以施工了吗？我们先针对这个乡亲的疑虑来做个回应。因为这个案子是在民国96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核准，7栋合法的使用执照。那这部分，因为他在100年再重新申请增建，那在100年申请增建的时候，在增建过程当中，我们经现场会看他与原核准的图说不符，所以我们勒令他停止施工改善。勒令他停工。那这部分是因为他执照一直放到过期，所以他执照全部过期。他在105年的时候又重新开始申请。那他当然都依法申请，都符合水保、符合消防这部分，我们之后才会在106年的1月23号核准他使用执照。所以科长刚才有乡亲提到哦，说有人不是很清楚它里面要放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人质疑他以前说要放5吨，现在为什么听说是35吨？所以针对这个业者，他其实有说清楚他的申请文件里面是写怎么样的情形呢？这个对于建筑物申请的时候，我们只核准它新建的用途。那这部分它里面实际它要核装的内容，其实有迁回到消防局那边去。那消防局核准它几栋，几吨就是几吨这样子。OK， 好。针对案内呢，家下呢乡亲警讲到哦，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我们什么时候唔讲1万，是讲万一。故说呢，迄讲一下乡亲朋友受骗的一个问题呢，出来讲到哦，一地度用嘅东西，因为呢，佢係用一个一般嘅自抛嘅，还有呢，应该自抛嘅其实就有分类。不过呢，出来先请教一个潘副教授哦，教授针对这个里面放什么东西，其实它的杀伤力是不一样，因为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人身受到安全的威胁。
写，所以里面放什么东西，其实它的就算是一样的距离，就算是都住在附近，但是大家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啊，对不对？我想还是回归到法规面来看哈，因为事实上在我国，我们主要是爆竹烟火管理条例，在爆竹烟火管理条例上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子法规，也就是一个安全管理办法。在安全管理办法当中，事实上我们对于相关的爆竹烟火来说，事实上爆竹烟火也分成2大块，也就是第一大块是一般爆竹烟火，以及另外一大块是所谓的专业爆竹烟火。但以定风公司来看的话，它是主要是一般爆竹烟火。一般爆竹烟火的话，是像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它的分类，像我们庙会放的烟火，或是过年放的烟火，这些是属于一般的爆竹，是不是？那它的危险性跟它的风险，是这2种来说的话，哪一种比较高呢？事实上，在我们国家来讲，我们的一些爆竹烟火来说，以一般的爆竹烟火，它的危险性是比较低的。那一般爆竹烟火，在我国爆竹烟火管理条例里面，它是分为9大类。那要取得一般爆竹烟火来讲的话呢，它必须经过相关的严格的一个程序啊。例如说，我们这边在卡宾当中来说的话呢，我们必须经过所谓的形式认可。那形式认可完成之后，它必须要经过所谓的个别认可，再借由个别认可，再加上所谓的附加标示之后，才可以在外面贩售。那老师，我们针对这2种爆竹，一般爆竹还有怎样的爆竹，来讲到哦，这个危险性还有风险，哪一个比较可怕呢？基本上来讲，对于专业爆竹烟火，它的危险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基本上，一般爆竹烟火就像说我们平常的民俗节庆所释放这些爆竹，事实上就是所谓的一般爆竹烟火。但是在特殊的场所使用啊，例如说在我们的一些国庆晚会啊，或者是101啊等等，事实上这个部分它是属于所谓的专业爆竹烟火的部分。所以像这次定风申请这个爆竹的仓储，假如说是申请这个一般爆竹的，你可以说它就是比较没什么风险、没什么危险性的吗？基本上它一定有所谓的危险性，但是主要是危险性，我们可以借由一些我们管理的这个法令上管理的程序，可以让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我们再来回到定风的这件案子来看好了，这次厂商要申请爆竹仓储，可是最近的一间民房呢是距离差不多12公尺左右，但是这个在法规上面都是合法，于法有据，但是大家还是会非常担心。像总干事针对这个的话，安全距离大家可以说它合法就一定真的安全吗？我们如果要进口爆竹烟火，要先向消防署申请核准。核准之后呢，经过海关之后，它会先运到现在所谓的合法仓库，然后才请检验机构来检验，所以它不一定合可哦。所以，因为当时候我们在设计这个爆竹烟火仓储的部分，早期设计这个法条的时候是没有专门设计给贸易商使用，所以你看法条上面它有写一个10公吨的上限，它没有做一个所谓总量管制，所以说以前设计的概念是说。一般零售商商店，或是你们去庙里面那个钉子买的一般爆竹的时候，那它存在那里对民宅相对近危险，所以我们是不希望它管制量超过管制量的话，放在那里会造成民众一般的危险，所以设了一个合法仓库，把所有的爆竹烟火移到那边去存放。那如果你这边卖不够的时候，我们再从合法爆竹烟火这边运来这边放。就是说它有安全距离，是不是？对，就是现在法规的最大就是12公尺。那如果它有加一些挡土墙或是什么，它可以减少一些冲击。对。但是当时候设计是10公吨而已。但是现在因为自从开放贸易之后，我们政府现在就是没有特别去管制这个总量，等于说像它这个案子，它一块地存放35公吨，这还不是台湾最多的。因为呢，规个来讲，在法规上面来看的话，通通不管你放多少，只要离这个12公尺，还有说符合它的法规，这样就合法，我们相关的审核就会通过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组长来说明一下哦？像这样子，大家很担心它的总量，还有说它的距离。没错，它安全距离是有，可是大家还是会担心。可以说它的安全距离符合了，我们就可以越放越多，甚至是没有总量管制嘛？这是刚才大家提出来的疑虑。我想先说明一下啦那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的简介大家都讲这个是火药库，其实火药库它总共有分成4个层级。第一种就是我们那个像矿务局它要炸山要开路的那个叫做事业用，就
炸药跟爆药，那个就是整个一包里面就是火药炸药，那是最高级的，就是说它的安全距离要很长。那第二种就是我们刚刚潘教授还有主持人有提到的，叫做专业烟火。那因为专业烟火一颗球里面，那里面的火药量它基本上可能100克、200克、300克，依照它的球径不同，那当然它也很危险，所以它的一个距离同样5公吨，在我们的法规可能对外就要50公尺以上到210公尺都有。所以这2种不同的分类的话，它的法规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到了我们一般爆竹，就是像定风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就是像我们我们俗称的像仙女棒、排炮、连珠炮。那刚刚潘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检验。那我们检验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你每一种的一个这一种民众在用的，它的一个烟火里面，它的火药量基本上我们有规定，它不可以超过多少。所以这个是有规范它内部的火药量。它就是说，你的一个火药量可能这个一根里面它可能就10克、20克一个种类里面，就是说，所以它基本上是包装在一个范围。所以原则上来讲，它即使是最坏的状况发生事故，它也不会说像以前这个爆竹工厂很恐怖就发生大爆炸的状况。那第二个部分我想说明的就是说，我们在定这一个法规这个安全距离，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这个就是参照我们当时在定，是参照日本，它有一个火药类取缔法，它的火药类取缔法它的仓库的安全距离，基本上我刚刚讲的它这个都有定出来。好，那我们原则上是参考它的一个方式去定它的一个安全距离出来。那我顺便补充一下类似像这一种贸易商申请储存仓库，从我们92年爆竹条例公布，那厂商有申请，大概有9个地点那目前有64间类似这样的仓库啦 total。那但是从92年到现在这些合法申请的仓库目前并没有发生事故的一个记录。现在呢，你也可以听到旁边有一个乡亲呢，佢就讲，用合法，用冇喺冰到牙不卡順，用喺冰啲牙不卡順哦。佢係針對一係大家民眾情緒嘅反應，唔過啲法規來看啊，咁係要行卡到去討論嘅素材，還有針對一嘅包竹煙火呢，不同的分類它的管制、它的規範其實是不一樣的。唔過呢，要講到佢嘅危險性、佢嘅風險咩要漲哦。而你看到三下來嘅亞團樣片，來看到先前咩事發生其他意外。各式各樣嘅天花炮5公10色，也按當年來各界都打天花炮，比可能乜啥打到較強、較多又較久。各種發通用打天花炮，向人來注意，為氣氛行較鬧熱。去年高雄有更沒有判發通，有人沒打過空天花炮，實冇想到天花炮在正熱附近嚟睇了冇卡度，引起出風聲。那一般我們玩具煙火，民眾可以依照使用規範玩，但是高空畢竟比較專業，它需要一些引線啊、裝置設備的規範，對不對？一般民眾取得這個還是相對沒那麼適合。就是你只要去經濟部申請一個貿易商的牌，任何人都可以去進口這個東西。那進口完之後，雖然它是要專案核准，但是它並沒有販賣上的管制，民眾還是可以取得，但是沒有法規去管制說民眾不能取得。開發出太麻布上嘅亞種，按照專業嘅炮竹煙火，另外一種係一般嘅炮竹煙火。較不發生問題啊，係高空煙火。作為人家就看嘅乜嘅煙火節啊、沖天炮，國慶煙火也就按你大型，有按你五彩繽紛各種高空煙火，因為它也發射到高空，嘅含油量較高，故所佢萬一發生事情，佢威力較大。我看有時候超亮啊，說請我們過來看。年初新北市查到有罰幾點，標額8公斤嘅炮竹煙火，消防人員配算也火藥量做得炸鐵20瓶嘅木嘅。那因為它商鋪本身也緊鄰了很多的商店，那裡面也有跟一些金子放在一起，所以它爆炸的威力跟影響是很大。2011年5個金子店大爆炸，造成4人死亡，38人受傷。新北市政府調查過後，研判出係爆竹煙火，莊家下冇注意到，將會引起嘅。我覺得應該要把他們的那個安全的門檻要增加，不能像說什麼12公尺、15公尺，要不然它的擋土牆也要厚度也要增加，看要有一個標準的規格，這樣要定在法令，然後讓它才設置。
如果现在政府有意愿要开放让贸易商大量进口，应该针对这部分的管制要去做一个总量，或者是对外具体更严格的管制。用高用大，唔講實際背後要有安全危機。韓國煙火同自跑嘅愛標啲內，標幾多呢？限制係乜嘅？咩問題？唔過因機會標乜嘅標啲內片，所以標啲煙火較順風，大家喊係會驚。雖然講我家下嘅新聞樣片當中嘅，我們這個私底下在還沒有錄影的時候，鄉親係一再的反應，就是說，那放到你家好不好呢？標啲煙火卡算嚟好冇？唔過喊係愛嚟照法規來看咯。還有呢對頭擺先前一個煙火。爆竹煙火儲存意外事故統計來看好了，從88年到100年，比較大的這些都是發生在這個儲存倉庫上面呢。有最多的死傷狀況的，就是100年、100年，剛下新北市5股區發生一個爆炸嘅事件。怎麼的100事件呢？還有講大家親手嘅意外發生，像消防署嘅張組長，我們先來針對說，過去發生這麼樣大型的事件哦，大家當然還是會怕，雖然說它的分類不同，然後像剛才所說的煙火爆竹，它的分類不同，它的殺傷力、它的危險性不大一樣。唔過呢，大家喊係講，唔係標啲你不卡損後，你就吃咗當初冇乜概念。我先講一下哈，就是這個基本上我們92年為什麼要制定爆竹管理條例？哈，當時的背景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的非法儲存、非法製造。好，那我們在制定條例以後，其實各位可以看哈，當然制定條例不能馬上100%解決問題，但是如果你從這個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在92年以後，其實事故就發生的比較少哈。那99年那個案子，因為90年以前我就沒有辦法記那麼久，因為那已經超過15年以上的事情了。那99年就我剛剛提到那個是台北市的那一個案子哈，那就是說他把那個。它是一個可能就是幫廟會放煙火，他把連珠炮放到家裡，對，放到家裡，結果因為引火引燃，因為基本上鞭炮還是易燃的，易燃易爆，那他就堵塞他的逃生通路，他逃不出來。那100年4月1日的時候，那桃園有一家合法的爆竹工廠叫萬達，那它發生爆竹煙火意外事故，那發生意外事故以後，我記得好像是造成2死的樣子，有一些人受傷，那桃園縣政府就撤銷它的爆竹煙火製造許可。那撤銷許可以後，因為它場內有一些專業煙火，還有庫存。那這個縣政府就要求你要做一些處理，不然它就要沒入銷毀。那他可能覺得這個裡面有一個經理，他認為說，那我就是不是運到外面去哈？不想要造成他的損失。對，就是不想造成損失，結果就運到外，就這個車輛就運到這一個，他可能跟新興堂的，就是。這一個新北市五股區，所以他的事情是在五股區這邊有移動的過程當中發生的意外。它的地點很明顯就是車輛放在那邊，然後就整個發生爆炸，然後所以它的一個在這個新興堂的門口，然後就是馬路上面就有一個凹洞。是，還有這個新北市五股這個案件，它當時會引發4死38傷這麼嚴重的這個死傷情形，就是因為它是高空煙火。不過呢，還會回到警備亞克安內亞個所在地哦，也就會壓榨壓下神槍，係不用一般包走，同高空煙火它的分類是不一樣的。所以針對這樣的，還有鄉親，我可能建議提出你嘅看法係冇？要爆炸那個冇合法，有哪家不合法的？還是爆炸啊？對不對？合法並不一定代表是安全。個人係親身體驗到，我喺東海食堂前幾年那個黑烏龍嘅樓誒，嚇，都我隔壁呢咯，差唔多相差差唔多5公里呢，我都喺度嘅，走上頭，嘣一聲，冇1秒鐘，屍體死曬。從按你反應，香港有種樣係輕咯。我本身哦，我都喺度差唔多20年，然後航空大導遊嘣一聲嘅，人都驚嘅。我希望人哋壯觀，我希望我縣政府好好嘅看樣樣去處理，唔好講下到處發，講下到處發。當然啦，法啦係一鐵嘅依據，但是我希望我一定牽導人講，安尼東西唔好都人嘅打落來。看那打位每隻鐵皮盤炮竹嘅，你講南塘的位通宵有合法嘛？科長有通宵的有沒有合法？也是爆啊，對不對？那你不合法，為什麼讓他那為什麼核准他呢？也是爆啊。我希望，呢，下講這個地方啊，希望大家做好鄰居，不要造成大家困擾。好，感謝葉先生哦，還有呢，大家講哦，就算講合法、於法有據，在法規上面都是合情合理，甚至是合法的。可是呢，大家有之前的經驗，實在是太
动作强啊，还有撒下来呢，像也是语言。那我们消防署的长官呢，你们很聪明，你们其实对烟火你们也不了解。你说只要超过12.5公尺就合法，你们没有去针对爆竹烟火去深谈。我再问一下我们专家，不管你是专业的或是一般的，你没有告诉我它的内容物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然后你告诉我说，我储存的东西呢，我们里面的含量是多少？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们。如果它是一般的烟火，我们烟火这么多年转换成以前我们只是爆竹，现在我们庙会几乎爆竹不放了，都放什么？烟火。烟火鞭炮根本不重要，烟火也是一般的，你们也让它放。那好了，你们所谓的35吨，你们当初以为是放爆竹，爆竹外面因为包了很多的纸张，所以烟火量很少。可是你今天里面全部都放地宫烟火，它的烟火量够不够？所以我讲说，然后我要问我们县府单位，总咨询这件事也没完，100年撤销了，105年同个地方是发生了什么大地震，还是闪电把人打醒了？同个地方前朝政府是不准的，不合法，怎么转了一个朝代以后，通通合法？然后呢，我们今天消防局没有来，消防局是最可恶的单位，尤其你们消防署，专业的傲慢，专业的傲慢，他只讲你们小民不懂的法，因为他们每天在搞这个法律。当初我很怀疑的是，100年不准，105年准，当初谁帮他的？谁帮他的？而且原来是用定风申请，后面是用个人申请，同一个地方。你们是专家、教授、学者，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们百姓？能不能告诉我们百姓，怎么在你们的口里面讲起来，就它没那么多危险？如果我们百姓就讲，如果没这么危险，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搬到苗栗县政府前面那个空地，可不可以？我要问主政者，如果搬到那里去的话，你主政者同意不同意？如果你主政者也同意，我们就无话可说；如果你主政者不同意，你有没有想过？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民主政治，邱宏达教授讲得好，自作自受，这是很吊诡的一件事。今天没有陈峰同意，消防局敢同意吗？你们县府敢同意吗？我不相信。所以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所有百姓好好想一下，民主政治的真谛到底是什么？谢谢大家。一下呢，大家要可能都有亚边做一个邻避的效应哦，因为大家都唔想我一定亚附加顺风，今后会晒去其他素材。刚刚头前嘅亚太狗啊没有共斗，今后会去咧爆竹专区好了，有可能吗？是不是应该统一来管理会更好呢？还有其他乡亲可以提出来，亲民再个抢先从嘅亚嘅来宾来做回应。亚种东西，台湾发亚奈就唔是，没有啲咩办法，奈又唔是做马来投降咯。猜错各位，我相信单係90%係投降，本地出世嘅，大家祖先留下來財產，留下來俾人一條。做乜嘅大家人世代安居樂業，幾下10年、幾百年咧，都一下大家習慣都冇啲少。我相信一條莊幹唔核准。唔講也安全呢，較安全。出事情慢人負責，唔核准的人就負責冇，唔敢負責冇。唔核准的人就負責咯。冇事情就先嗬，有事情人家都開起冇，絕對開唔起。我相信人家就上山村也好，人投降人，冇本家就啊，講下你就說的，大家。心肝都好，我有一種準備，做唔得，呢種東西絕對冇本人都係睇唔來。針對根本案度嘅一個案例呢，因為有申請一個創傷，也就係家下大家見公道嘅業者來參加根本嘅錄影。不過還係我強調啊，因為有請，韓國唔過佢講佢亞一部嘅較無限啊，不過呢係
大天发有大迄本业者问过诶，伊要迄讲都系照法来申请哦，含迄大家针对啊。讲，无论係地底度內容物，表埋嘅東西，還有強責提防用捲土重來，條擺唔合法，也係用變做合法咯。還有其他嘅村民要愛提出證言。主持人，剛剛推表講嘅，我希望嗬，係唔係講呀？海邊侵犯，海邊最寬，可以在那邊集中管理嘛，對不對？所以咧轉期係冇。對。如果海水咩用燃氣啦，嘅用架山呢？簽個檔都冇燃氣咧。喊黑，你知道讲要找一个干脆某年黑的素材不用的给当然嘛，刚刚就代表集中管理嘛，对不对？就没有这个问题嘛。好，大家还係牽涉你嘅係什麼樣安全嘅問題，好搶籌。針對一個內容物咯，請一個潘副教授來同大家講一下，內容物它到底裡面放什麼呢？還有它的安全是不是也不太一樣？因為剛剛大家也提到說，不管分類是分什麼，它裡面畢竟就是有火藥啊，所以它還是會造成，它還是會爆炸，不管它爆大還是爆小，通通大家都會很擔心。在我们的爆竹烟火当中，事实上主要的成分包含了一些氧化性物质跟还原性物质，那其中包含的相关的，例如说氯酸盐，过氯酸盐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硫化物和硫等等，那事实上这些它是本身是有危险性的哈。那事实上这些危险性的物质，事实上在我们中央的管理当中，我们有管制它相关的一些机制啊，例如说进口等等这个部分哦。那现在我刚刚有几位先进有提到说，事实上包含这个相关的危险性这个部分哦，那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那事实上刚刚我们一提到说，在我们的爆竹烟火当中分成两大部分啊，一个部分是所谓的一般爆竹烟火，另外一个部分是所谓的专业爆竹烟火。那一般爆竹烟火它是由一般的民众来进行释放，但是在专业爆竹烟火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接受过训练，由专业的爆竹专业的人士来进行释放。对，当然一个产品它可以，你看你怎么样取得，我非法也可以取得，所以这是不是无形当中也酿成了一个可能会酿成意外的原因呢？总干事，现在是不是烟火太容易取得了？我要去买，我随便像过年的时候，很多夜市不是都在卖嘛，大家也都买得到，都可以去放啊。那个，因为我们在开放贸易之前，我们以前叫做高空烟火啦，不叫现在什么专业烟火。专业烟火现在有分那个舞台做舞台效果的泵，它也是专业烟火。那我们比较现在争议危险的就是高空烟火。那高空烟火的部分，以前有一个叫做高空烟火贩卖许可，就说你要符合这个许可的人，你才能来购买高空烟火贩卖许可。那但是因为订立那个爆竹烟火管理条例之后，那个原本那个条例的就于这个高空烟火部分，主管机关回答我们说，是因为它已经有这个专门的条例了，就把那个条例废掉了。但是它原本爆竹烟火管理条例的部分，它只有针对贸易商购买进来有去管制，对贩卖没有管制。对贩卖没有管制的时候，会造成一般民众就可以取得这种爆竹烟火。这我们其实也有跟主管机关讨论过。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好，如果你们有看新闻的话，今年跨年刚好就有人去买所谓的现在的专业烟火，打上去高空烟火，就是它有一个炮筒，然后打上去就炸到头死掉。那因为他们不是一般，为什么我们一直主张说一般人不能购买？是因为它有一定的程序规范，因为它很危险。那为什么？我讲一个简单，你们比较能听懂。男生都当过兵，你卡弹的时候，你不能用头去看枪孔吧？你要退弹嘛。一般民众不懂啊，他买了一个高空烟火回去，所以是不是太容易取得的问题？对，因为他没有管制买卖，他进口虽然是有那个中央主管机关的专案进来，但是市面上还是在流通啊。虽然政府一直跟我们说他们有管制，但是实际上法条并没有限制购买这一块，这是法条上的漏洞，应该要修法去补足这一块。那我刚刚讲的那个总量也是，其实这是法条上的漏洞，应该是要。法条上面的漏洞，针对不同的，比方说一般爆竹、专业爆竹，还有呢，大家来注意到，爆竹烟火有分储存，另外呢，还有的是一个是制造，所以其实现在两种不同的，它现在大家都混为一谈了，对不对？法条也很细啦，就像你说的啊，法条是你在读的，你根本就没看过现场，所以。对我们合法工厂来讲，我们当然对这个很在意、很讲究。我们以前就是在制造这种东西，发生危险也是真的很危险。我们92年修法之前，大概爆炸发生伤害的90%都是地下工厂。是。那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法条？就是因为
太多地下工厂猖獗了，所以我们制定一个比较严格的规范。那为什么会开放贸易商进口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法条比较严格，那你要依法申请合法工厂，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好，那现在请这个县政府的工商处建管科的科长来针对说，这间工厂是96年的时候已经第一次申请，可是现在你看事隔多久了？已经19年呢，再过来申请还黑只头摆个厂是干黑按你个情形哦。那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当初会核准它，那当然就是也是有依据的，不是说我就随随便便就这样准它，是因为当初有签会消防局，有签会地震处，那当然签会地震处、签会消防局，他们法令法规其实都是有依据，有内政部的公函跟那个内政部地震司，还有到最后的消防署、地震司通令，到最后地震司通令各县市的消防署来依据这个函释来做一个依据，来做一个做法哈。那里面就是说，它是说丙种建筑用地哈，要依照这个伤害函释，那符合管理办法。它所谓的管理办法是在讲说，爆竹烟火制造、储存、贩卖场所设置安全管理办法这部分，其实有合乎的话是可以发给他建造执照的。这当初都是依据相关的公函来办理，所以说这个。程序上都是合法的，还是亚拜给安内还会不用自抛诶。还有我们来看到，以前过去就是早期的时候，非常多的爆竹工厂是制造厂，而且他们是非法的。从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你看在80几年一直到93年以前，非法工厂上面这一块哦，非法工厂过去的爆炸意外是非常的多。但是呢，你看到后来88年、93年之后开始有降低的情形，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因为92年制定了爆竹烟火管理条例施行，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遏制降低意外发生的事情呢？刚才共飞呢有理事長提出講到，其實安全還有經濟係兩部分嘅問題，總唔得老夾向下嚟講哦，因為看到亞團樣片。台北關於地下自拋嘅工廠青島，政府用開放進口，希望愛推關於之初。我用減少利潤嘅方式，同地下工廠嘅件綁起來，冇愛再個看到有爆炸發生呢。當初政府他只是想說把合法工廠轉型為進口商，但是這10幾年來，我們的主管機關完全沒有輔導過我們這些合法工廠，他就是只讓你去跟那個貿易商競爭。然後競爭到10幾年下來，兩邊通通已經都沒辦法，就變成惡性競爭。現時限地做自拋嘅工廠，全台灣出沒一度嘅，數量減少，規模未較細嘅。從亞間做一般自拋嘅合法工廠，規廠也下冇50年。照台灣區煙火工業同業公會嘅統計，94年國內作為自拋嘅，差唔多佔市場項6到7成，過後年4年僅降大。94年開始開放進口，大概國內工廠市佔率從60%一直跌到現在3%，97%都是由中國大陸對岸進口來的，沒有其他國家了。所以貿易逆差，我們工會有稍微粗算，大概在每年40億左右，這樣還是明顯的看得出左邊這一支湖南省製造的冒出很多煙，又比我們台灣製造的沒什麼煙。同樣都係自拋嘅，各行各嘅路，一下市面上做得講，都會看唔到本土做嘅自拋嘅咧。本土嘅製造工廠一定要緊繼續做。安全跟經濟是兩回事，安全是安全的規範。販賣這是經濟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主管機關把販賣經濟這個問題層面跟安全管理把它綁在一起，什麼事都用安全來說，造就了整個爆竹煙火業的那個經濟呀，就沒有辦法，就大家沒辦法做生意呀，然後進口量太多，但是他就把它當成說是安全管理不當。遇到工大意外事故，減少土國內來做自拋嘅，不過市場上還係有也需求。佢用進口過後，本地嘅問題正經解決嚟係。
公会嘅理事長講到啊，其實呢條擺認真安全嘅問題，將會聽呢一個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唔過，沙下來釀成了其他問題，像剛才總幹事提到了，因為這個製造商還有這個貿易商，現在呢是有2個角色，所以後來的問題也跑出來了。不單只是爆竹工廠這個製造，還有存放的問題哦。針對亞擺嘅案件呢，還係講幾個爆竹可能會引起人身、生命安全、財產受到威脅，還係分享向前來提出你嘅疑問，好嗎？即使爆炸有分嗎？沒有分吧？啊，你們講的都是好聽的話嘛，不應該講這種話。會爆炸的東西就是危險的東西，是不是這樣？啊？個人嘅建議係乜嘅呢？你知道講亞下係法規太鬆的問題嗎？就放在他們消防局裡面最好啊，他每天有人在管理啊。還有其他嘅，你繼續講好冇？根本都不是人話嘛，對不對？搶籌。因為一般政府已經有為大多數的縣民的那個福祉為依歸嘛，你依法行政的前提係亞點嘛，也是縣那個政府存在的目的啊。但是如果是個從來的澄清、專案會議說明都縣長接見都亞下哈。亞下所有的有關單位答覆全部都加下講嘅空樣啦。跟你知道嘅安用嘅事。亞邊攏亞外講嘅意思就講，亞外啊就係理性嘅亞種都自救會成員裡面，希望理性溝通嘅聲音已經很微弱了啦。好，亞邊攏他已經義憤連天，誓死抗爭了。我相信亞大埔事件的張耀華事件，亞苗栗縣政府還在收尾啦。你依法行政，難道要到投降再來一個大埔事件死人了？你們才會去重視，才會良心發現嗎？好，我哋人相信大家都係按你嘅想法吧。前面還有其他嘅人要做補充嗎？好，龐先生，你們縣政府給我保證啊，民事、刑事所有的以後賠償，縣政府打個條給我們投鄉鄉民。假如萬一爆炸要幾十億，縣政府蓋個章給我們嘛。幾十億什麼？其他我就不要講了哈。你就蓋那個保證嘛。萬一爆炸死人，民事、刑事，所有縣政府保證。那既然你聽出本年係共用嘅本年10個議員要嘅保證書，你就很本意來做嘅係。那他放100億也不夠啦，投鄉民的生命。對啊，要係龐先生提出嚟啊，他放100億也不夠啊。問題他有100億嘛，拿出來嘛。那假如有的話，大家就會願意。我就鼻子一摸，給他做。好，亞龐先生講到係現在人身嘅生命安全，還有財產安全都係啲亞達嘅。估數一下要起亞嘅係輕少，前面亞片還有一個先生係冇。我唔相信亞下人家會專業起咧，變長久咧，亞就會嚴格管理。我反映嘅消防局、消防署，為了督察，我時時來看待，因為往往發生嘅事情就會因為疏於管理。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剛剛總幹事也講得很好，他當時受定這個法條，不是給你這麼放倉庫的嘞，但是給本地人標不要付科流標。那最近我現在要講的一個嚴肅的問題，剛剛是講鞭炮，我是要講建築法。而家嘅工商登記有多條？一共有13條。13條佢還冇標一下倉庫堵防的時間，都在給他標碼東西。它有13項目啊，4項目啊，審價、工商登記，佢唔係啲苗栗縣政府審價，佢啲台中中部辦公室審價，一共有13項那個產品，都在給他標碼啊。這第一個，第二點，我們的山坡地的這麼高的斜坡地，那我想署長他很知道，我們總幹事也很了解，山坡地它已經超過30%了，30%可以建房子嗎？它雖然是建丙建，山坡地的所謂丙建就是山坡地管理嘛，被都市計劃山坡地管理，那為什麼它可以被它建？好，一下針對呢亞件案呢，再個強調，還係要邀請亞個業者共下來參加建備嘅錄影說明。唔過呢業者喺回應講，一下嘅龐先生係出櫃咧，冇辦法共下來參加。喺講有嘅 M V 繼續追蹤來為大家加入來嗬。咁就針對家下呢，向前還係講到一個題目用做定咯。咁針對案呢，科長剛才這位先生他是說，為什麼這個業者他是在其他地方申請，而不是在苗栗？這個
这个是可以来影响这件案子的其中的原因吗？因为这是涉及工商登记，因为我管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这部分，因为他胁迫可以回答。胁迫部分呢，当然可以，就是刚刚工商登记的这部分我没有办法回答哈。那刚刚这个先生讲的是，就是说他胁迫那部分，他这个那个胁迫的部分是有经过建筑师公会他审查，依据建筑技术规则散播地专章来做个检讨，它是盖在平的地方，它是盖在平的地方，那是合乎法令规定的。好，还有呢，应该还没看到哦，一个新闻影片当中讲到也较安全，还有禁止，其实公费因为係無強嘅事情。不過政府主管單位攞嘅老價票嚟講誒，你亞總圖嚟看啊，一下全台灣無論像係你愛用那片地度嘅東西係用乜嘅，無論係一般爆竹還是專業的煙火呢，都是你看對亞總圖你看到進口嘅係較多嘅，還有呢97.2%係對國外來嘅，一個國外就係中國大陸，但槍存到2.8%係國內做嘅哦，還有頭版你看94年嘅哈，全台灣做嘅台灣做的爆竹呢是佔了66.7%，不過一下存到冇3%嘅，古所講係抽成講一下進口嘅印度嘅爆竹，而用的那一片放在哪裡儲存的問題，變成大家很擔心的一個部分呢。請民搶總公司來做一下一個小結。我這裡要稍微講一下哈，因為剛好今年要修公司法。如果你們有關心的話，公司法大概要修200條，它的草案大概800多頁，要開公聽會。他們未來因為政府要開放登記，它會變得更寬鬆，你只要上網登記，你就成立了，它不審核了。所以你一人公司，你也可以變成一個這樣子的貿易商，你要進什麼，要進爆竹，進什麼東西都可以。對，所以我是說，對於貿易商這一塊的資格，現在沒有任何限制，它不需要未來連資本額都要拿掉。所以我們工會最近有在研議說，就是跟主管機關這裡，我們會擬定一個草案，跟這個主管機關這邊，請他們是不是要針對這部分再加以管制啊？對，大概就是這樣子。好，今邊呢抽成案度大家講下嘅，就會講講生命安全所有樣項。故所無論你係用哪片，用乜嘅東西，安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最後請潘教授。業者在本身它的安全管理的這些內容上面來講，它必須要符合法律上的規定。事實上，在法律上的規定是非常的嚴格。事實上，我們在安全管理辦法當中也都有規範到，這是業者，而且業者他必須要負起所謂的企業責任。那這個企業責任當然它有很多種，例如說可以跟我們鄉民進行溝通等等。我想這個部分是業者他本身應該勇於去面對的。這第一首先，那第二點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的鄉民基本上可以做到所謂的監督的這個責任在，好，嚴格的監督。那我想對於業者來講的話呢，他是有所注意的。但是那可以怎麼監督呢？基本上來講，當然我本來說第三個部分，因為第三個部分的話，事實上是我們公家機關。那公家機關的部分，事實上就是我們所謂的消防局。事實上，我們的消防局當中，每年都有所謂的消防安全檢查這個部分。所以在消防安全檢查這個部分落實，我想對於業者，他絕對會有一些壓力的。好，那這是以上補充。好，感謝潘教授，還有感謝今日按到鄉親，叫下針對亞克案呢，還有幾個炮竹亞下獨到嘅問題，有可能唔單止係頭部嘅問題天，還有其他嘅素材。不過亞下看起來，業者表示講，佢還係會持續同大家來溝通，不會斷掉跟鄉親溝通嘅這條橋樑哦。今日村民大會就到亞片，感謝鄉親，叫下來參加，按這些。